南投县一个高中的男学生，10年前老爸车祸过身，留下1年前的妈妈，请养3个囡仔甲阿嬷。这个小男生自细汉就帮妈妈饲鹿啊维持生活。想袂到前几啊天，伊咧栽切牧草的时阵，镜头啊，互机器切断4载，这下生活更加艰难咯。消息一个传出来，各界的爱心总到位，要来帮助这个有效的囡仔。生饲的国中生伊倒手对大头母到第4载拢切断去，虽然大头母接转来，但是手的功能受影响。第二次小的食指，食指比较长。伊的爸爸伫10年前车祸过身，1年前的妈妈抚养伊甲2个姐姐，还有80多岁阿嬷。伊自细汉帮妈妈饲鹿啊维持生活。日前咧切草的时阵，倒手夹一个机器断4载。妈妈看到后生为家己受伤，唔敢流目屎。嘛读册转来，妈妈去多久啊？我讲去医生，会疼起来，好会穿来多个，这个我怪了。我这早时啊去读册吼。大概8000块，伊即马卡呢啦。原本家境就散车，即马个愈辛苦。消息一传出去，有慈善团体要帮伊做义载，毛大小要赞助伊读册甲福建费用，帮助到他说他就学，包括说学费好，一直到他成年18岁。那日后如果说在社会上如果需要就业的话，需要帮助跟引荐的话，我都非常的乐意帮助他。其实国中生虽然受伤，不过来自各界爱心，和全家伙啊拢感受到温暖，嘛更加乐观的面对未来。